一年一度嘅國際龍舟賽喺南環湖舉行，吸引咗多個唔同嘅本地機構組隊參與。輸贏都仲係其次，作為端午節嘅應節活動，賽龍舟場面熱鬧，無論係運動員抑或觀眾都樂在其中。劉堅瑩去睇過。爬龍舟係一項相當講究團隊合作精神嘅運動，各個隊員都要聽實鼓聲，節奏一致咁出盡全力參選，先至可以最快抵達終點。唔少嘅機構同學校都支持員工學生參與龍舟比賽，除咗作為一種鍛鍊之外，亦都可以加強成員之間嘅合拍性。咁希望佢哋雖然係工作，可能喺唔同嘅部門度工作，咁但係喺公餘嘅時間，佢哋可以參與一齊呢啲嘅有益身心嘅活動。除咗大家了解多啲，係令到工作上有幫助之外，亦都佢哋可以開心啲，對個公司有個歸屬感。意志力啦，即係有呢個團隊精神啦。咁對於融入呢個社會嘅大氣氛、大社會底下咧，都有幫助嘅。靠一個人力量唔得咯，一定要成隊一齊咯。同埋有啲啦啦隊啊支持啊，咁開心啲咯。要贏到比賽，隊員嘅落力固之然係重要，而嚟助陣嘅啦啦隊亦都功不可沒。有家長就帶小朋友嚟感受一下熱鬧嘅氣氛。到有端午節呢個傳統節日咯，嚟睇睇咯，係熱鬧咧，點樣爬龍舟咯。國際龍舟賽會喺呢個週末舉行多場本地賽事，而喺下個星期三端午節正日就會上演最精彩嘅國際龍舟邀請賽。澳門電視台記者